来看屏东县今仔日是有一场2020年世界机关王的竞赛，有剩58间学校拢总上千个学生来参加。透过这机关的设计、机器人任务，也有这创意查角啊等等的题目，考验着学生囡仔的科学知识，也有解决问题的能力。 各式学生拼速度，用手铃把车射出去，把叉角载予对面的同学。2026世界机关王竞赛在屏东体育馆举办初赛，有56间学校430队，总共1108名学生报名参加。现场学生拢足认真调整家己的机器人，有的和同学讨论，希望上场会当摕到好成绩。嘛有学生囡仔讲尽力就好，顺其自然。老师说后面还要教我们裁条。目前还顺利吗？ 不太顺利，因为很紧张，因为第一次我们不知道比赛规则是怎么样的，而且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机器会不会在那个比赛中然后出问题这样，就保持开心的心情，然后去面对挑战就好了。我们不管输赢。现场的选手脚手溜达，有的人设计机关，有的操作机器人。 学生囡仔互相加油，发挥家己的创意，800款的装置轮流架场，让规个体育馆内底充满科技能力、甲团队合作的气氛。现在的小朋友其实对这种操作型的那个比赛啊或者活动，他们都蛮乐于参与的。那有别于那个课堂里面的那个比较死板的教学啊，其实透过机关网的这一类社团的那个参与。 对小朋友的整体发展有蛮多注意的。县府教育处表示，透过机关王竞赛，唔但培养学生科技素养，佫会当训练团体合作、解决问题。初赛若赢的队，就有机会代表屏东进入全国比赛，未来嘛有机会去泰国参加世界赛，替台湾争光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